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17號。這期咱們聊一聊收入分配。為什麼聊這個話題呢？最近我看很多媒體都是主流媒體喉舌紛紛在報道關於分配改革、關於擴大內需、關於提高城鄉居民收入這樣的報道非常多。你比如說第一財經，它今天報道是收入分配制度或迎重大改革，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將有明確目標。這個國家發改委在《求是》雜誌發表文章，堅定實施擴大內需的戰略，其中指出着力釋放居民消費潛力，一方面大力提升居民消費意願，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另一方面切實增強居民消費能力，強化就業優先政策，多渠道穩定和擴大就業，優化創業促進就業政策環境，支持重點群體就業。這是國家發改委在求是上面發了文章這個第一財經報道他說今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城鄉居民的增收計劃就讓你的收入要增長，這個聽起來還是很振奮人心的要擴大這個中等收入的群體，政策從去年的面向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升級為覆蓋所有城鄉居民的增收計劃。就是去年我們重點是說低收入群體的增收減負，未來是面向全體居民增收計劃，讓每個人這存折上的錢都要多起來。這麼一聽還是不錯的。這個第一財經說居民當下和預期收入的增長是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關鍵動力。業內專家認為，促進居民增收不僅需要短期內促就業、推動價格合理回升等舉措，長期還需推動更多資金資源投資於人，推進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重大改革。要繼續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規範初次分配，加大再分配調節力度。此外，資本市場也可以在居民增收、擴大內需中發揮關鍵作用。這個都是黨媒喉舌他們關於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收入這個分配制度迎來重大改革，然後又是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我不能亂加評論了，不能妄議我們看看專家怎麼說的。大家看這個經濟學家李稻葵他是怎麼看待收入分配制度迎來重大改革，怎麼改革？大家看视頻。建議明確了一件事，要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他第一次用了一個社會學術語，構建橄欖型社會，是中間大兩邊小，中間就指的是中等收入人群。那麼怎麼構建橄欖型的這種社會呢？毫無疑問，主要的着力點就是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還要将龐大的農村人口，特別是那些进城務工的人員，一步一步的吸納進來，促進他們的收入朝着中等收入的水平邁進。朋友们，“15五”規劃的建議已經發了，全文呢大概有2萬字。大家比較關心的呢是自己的錢袋子會有什麼變化，自己的工資會不會漲，福利能不能增，收入分配機制怎樣調節。今天咱們就重點分析分析。在增收方面，建議明確了一件事，要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國家統計局此前給過一個參照，就是3口之家年收入在10萬到50萬，就算中等收入群體啦。2017年，中國有4億人，1.4億個家庭處於這個區間，而在未來10年呢，我國的中等收入群體預計將超過8億人，這就意味着將會有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會邁入中等收入的行列。那麼有人就問了，這個目標很好，但具體怎麼實現呢？錢從哪裡來？首先高質量的充分就業是夯實收入的基礎，建議專門提出要深入就業優先戰略，上哪兒去創造穩定的有發展前景的崗位，讓大家有工作漲工資呢？關鍵在穩企業，企業的經濟循環要跑通，能夠讓企業賺到錢，這樣子企業才能夠擴大就業、擴大用工。那這裡面比較重要的事項還是地方政府盡快要清理它的欠賬，恢復相關企業的
活力。那其次呢，要促进農村居民向中等收入水平邁進。建議裡面呢，還第一次用了一個社會學術語，構建橄欖型社會。什麼是橄欖型社會呢？就是中間大，兩邊小，中間就指的是中等收入人群。那這橄欖型社會跟它對應的对立面是什麼呢？是啞鈴型社會。啞鈴型社會是兩頭大，高收入低收入大，中等收入少。大量的社會學研究就認为橄欖型社會有助於社會的穩定。那麼怎麼構建橄欖型的這種社會呢？毫無疑問，主要的着力點就是要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現在我們中國有4億多的中等收入群體，主要在城鎮，多數的農村居民還處於中等收入群體水平之下。我們在穩住現有的中等收入群體的同時，還要將龐大的農村人口，特別是那些進城務工的人員，一步一步的吸納進來。通過戶籍制度改革，讓這些外來務工人員新市民化，促進他們的收入朝着中等收入的水平邁進。那我之前就經常舉寧波的例子。寧波過去這5、6年，每年拿出相當比例的，我的推算是10%的財政收入來推進外來工市民化，就是給戶籍在外地的，在寧波工作的這部分人，給他們本地的就業、教育、醫療、養老等等的公共服務的待遇。這些市民化的新寧波人在城市裡面安家了，收入上來了，又會增加在寧波的消費和交稅等等的當地的經濟活動的量，這是一個多贏的好事。此外完善社會保障對於提升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也是很重要的。建議裡面就首次提到了要落實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逐步提高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這就意味着未來幾年養老金制度的改革可能會加快。這幾年呢，城鄉居民的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呢確實也在漲，但是到現在呢，平均水平不過每個月200-300塊錢，實在是有些杯水車薪了。在此前我也反復呼籲過，未來社保改革的重點應該將資源更多的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縮小不同群體間的差距。比如把農民的基礎養老金提高到1000塊錢左右的水平，它不會花費國家太多錢，但是呢，卻可以極大的改善這部分人的生活，又反過來增加我們的消費，又增加我們的稅收，也幫助相關的企業增加活力，這是一個一舉多得的措施。那麼關於收入分配調節，還有一點要注意，在建議中提到了稅收方面要健全經營所得、資本所得、財產所得稅的政策。目前呢，我們的勞動的稅負比較高，財產的和資本的稅負偏低，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稅收調節的效果。打一個比方，現在個稅的最高稅率是45%。公司稅的一般呢，稅率是25%，一些高收入人群完全可以自己注冊一個公司，把自己的個人收入變成公司的收入，合理的避稅。未來要推動以資本和財產為代表的直接稅的改革，那麼我們的個稅起徵點是不是能夠適當的提高到8000塊錢左右？個稅的適用的最高的稅率是不是也可以從45%往下降一降？那這樣子呢，就能更好的發揮稅收抽肥補瘦的作用，也有助於我們形成中等收入群體為主的這個橄欖型的分配的格局。這個大前提下呢，我這兒替大家呼籲，就是對資本所得徵稅，包括對炒股的收入徵稅，那一定要做到公平對稱。就是股票市場不好的時候，我們散戶為股票市場做貢獻，我們也沒出來，我們也没割肉，我們是干虧的。這個時候，我在股市上虧的錢能不能夠抵稅？我抵一點當年的其他的稅收，比如說我的個人所得稅，減少一點痛苦。反過來，在股市漲的時候，咱們給國家交點稅，跟國家一起共同的開心。這樣子，我覺得資本所得這個稅制大家才歡迎，從心裡面支持它。朋友們，你覺得這個觀點是不是比較實事求是啊？歡迎你們提出不同的意見。咱們就這個李稻葵的說法評論。先說這個資本市場現在要這個在個人所得稅這塊少徵，对吧？然後要多徵這個資本所得稅。這個從大方向來說是好的你為什麼呢？個人所得稅是我個人，對吧？你8小時、16個小時，馬雲也一樣
他一天也就8小時、16小時，对吧？最多就24小時，靠这玩意儿赚錢的，对吧？你不能真的稅太多，45%啊，有點狠。靠資本賺錢的，對不對？我有1個億，我拿着1個億去賺錢的，結果這1個億帶來的收入，徵的稅反而還少。這個就顯得，對吧？有點這個叫劫貧濟富，因為只有富人有1個億啊。我們24小時，牛馬都是24小時，雖然富人也是24小時，所以在這一塊啊，個人所得稅這一塊真的太高。然後李道奎他就建議啊，資本所得稅，那好多人好不容易進去炒股了，對吧？炒股了，今年賠20萬，好，不徵他稅，明年賺個40萬或者賺個20萬，哎，徵他稅。結果他這2年其實他沒賺沒賠，對不對？結果他交稅了，你說這誰去炒股呢？李道奎就建議啊，那他今年炒股賠錢了，國家給他免點稅，減點稅；賺錢了啊，那他交點稅。這想法是好的啊。你今年炒股了啊，你的個人所得稅可以給你返還一點，就是炒股賠錢了，這個我覺得想法是好的啊。我估計實施起來很困難。那個人炒股賠錢了，國家給他返稅免稅。那機構炒股呢？那些公募基金呢？對吧？如果他今年賠了幾個億，那國家要不要給他返稅？因為買這些基金的，對吧？買這些理財的，那不也是個人嗎？關於這個李道奎說的啊，加強這個社會保障體系，哎，我覺得這個我是非常認可的啊。比如說把那個居民的啊，就包括農民啊，城鄉居民啊，都包含農民啊，這個最低的養老金啊，提高了1000塊，當然你可以分步啊，就逐步提高了1000塊，這個很有必要。這個玩意兒它是個長效機制啊，也就是說你短期恐怕3-5年看不到什麼效果，但是對吧？下一個G5計劃的時候，它的效果就出現了，哎，大家的信心就有了。這個我們在以前節目說過很多回，這裡不多說了啊。就是說這個李道奎，我覺得他建議挺好的，對吧？應該這個就是說城鄉居民增收計劃不一定說把錢要非得啊，現在給他工資就多了，不是這個意思啊。你对他未來進行保障一樣的，對吧？讓這些人呢，他沒有後顧之憂，這個錢總好過你，對吧？一年補貼幾千億給他買房子的，不強多了嗎？對吧？很多人是炒房，現在被套在那兒，你拿幾千億真金白銀的去救他，為什麼不拿這錢去改善這個城鄉居民的保障呢？對他們生活進行兜底，不是沒有錢啊，對吧？很多專家建議啊，貼息，對吧？財政貼息，拿大頭的錢呢，一年幾千億貼那些炒房的人，不是沒有錢，有錢花在哪兒？實際上啊，就李道奎這些建議啊，我覺得他就這2點啊，這個還有點意義，其他的地方我覺得意義不大啊。這些口號年年喊，對吧？我哪年你聽不到這樣的聲音呢？我記得我20年前，對吧？那個互聯網時代，天天晚上就在談論這反追體，对吧？啞鈴型社會，我們要建成一個反追體，也就是中產要佔大多數，這樣的社會穩定。結果我們現在是什麼？經過20年、30年的建設，是中產返貧，但是口號可是，對吧？目標咱們可是一直是往反追型結構去建設的，為什麼結果是反過來的呢？現在我們聽到更多的是中產返貧，哎，這個不是咱們捏造啊！你想想，你一個30多歲的年輕人，985、211大學畢業，夫妻2人，對吧？在北京買套房，你現在恐怕是負資產呢。如果你是2018年以後上車的買的房啊，現在肯定是負資產。你辛辛苦苦，對吧？這30年讀了10幾年的書，完了之後辛苦工作十來年，現在是富人。他本來他是個妥妥的中產，搁在哪個社會，對吧？搁在哪個國家，對吧？像這樣的夫妻倆，他都應該是中產，結果在這兒他變成負資產。你說是他不努力，還是什麼原因？中產返貧，對吧？有的他不是買房了，他是因為失業，大廠給他一筆賠償金80萬，結果，對吧？加盟了奶茶店、火鍋店，各種店。各種加盟，3年以後成功的負債，然後開上网约車，要麼就是送外賣。社會進行個黑洞啊，你稍不小心，你那點積蓄就被吸進去了。肉包子打狗啊，有去無回，打了水漂。你說是他們不努力嗎？越努力虧得越多，對吧？這個社會啊，它在吞噬你的財產。所以我說啊，咱們最近，對吧？尤其從恆大暴雷以來啊，咱們聽到最多的詞不就是中產返貧嗎？但是我們哪年不在喊，對吧？要增加收入，為什麼是反過來的呢？這個我覺得李道奎作為經濟學家，他應該分析這個原因啊，是過去喊的不夠堅決嗎？還是口號喊的不夠響亮？還是說過去喊是喊了，但是沒重視？這個中產還要面對什麼？小孩教育，對吧？也是捲一個小孩，對吧？現在在學校裡學的東西還不夠，還要上輔導班，這輔導班這個費用那就是天文數字。所以你看中產啊，很快就被刮乾淨，那點工資還完按揭貸款，再小孩付一下這個輔導費用，他哪還有錢消費啊？
他对未來他還敢这個隨便花嗎？他只能攢錢。所以我覺得啊，作為這個經濟學家，他應該考慮一下，對吧？年年都喊，年年都是啊，要收入分配改革，要提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對吧？要增加中等收入群體的人數，這不哪年沒喊過啊？問題是怎麼還在這個社會越來越像這個，也不是啞鈴，對吧？它倒是越像金字塔。啞鈴是什麼意思？富人也多啊，富人跟窮人都多，那咱們這富人可沒那麼多，實際上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也就是說啊，本來想把這個社會治理成這個紡錐體，結果它偏偏成了金字塔。你把這個問題不找一找，不把它分析清楚，然後盲目的上這些措施那些措施，結局是什麼？結局是更加像個金字塔。當然了，現在金字塔還不算最差的啊，我看有的这個社會學家說叫釘字，大頭釘吶，這社會結構是個大頭釘，有錢的和中產都像那個小細桿一樣的，沒錢的是下面那個大頭釘的那個大頭部分，比金字塔更狠。所以就李稻葵這個說法啊，我倒是對吧有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說啊，聊經濟問題啊，對吧？你這個收入分配改革這些制度說來說去，它已經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對吧？它是個制度問題。首先啊，我們要就是落到實處啊，切實做到保護私有財產。這東西還不能喊口號，你這必須要落到細微的地方，落到實處，對吧？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什麼叫落到實處呢？就是說要讓人相信，相信的力量。你光喊口號不行，對吧？你越喊人越跑。要達到一個什麼效果呢？要達到這個有錢人呢，你就是對吧？你不喜歡他，你不歡迎他，他也不跑，他也不想着往美國往海外跑，把錢換成美元。這些人發自肺腑的，對吧？他不願意離開這地方，這個對吧？是個系統性的工程啊，你怎麼做到？我舉個例子啊，對吧？你一個村裡面，那個村長整天的吧，一會兒這樣一會兒那樣，村裡面幾個富戶啊害怕跑了，加上下面那些村民，對吧？那村民裡面肯定有好吃懶做的，天天想着分這個分那個的，好，對吧？幾個富戶跑了，惹不起躲得起，那剩下的這些村民把那富戶的土地財產一分，他們就富了嗎？對吧？要不了2年就坐吃山空啊。這2年裡面，那個村子裡面又有1-2個稍微富裕一點的又跑了，為什麼？因為他看到了這個結局啊，不跑來不及啊，所以稍微有點錢的就跑，對吧？稍微有點能力的他就跑，那你這個村子它只會越來越差，這個就是窮鬼殺惡鬼，對吧？村長倒是位置坐着很牢，但有什麼用呢？就是說我們現在要切實解決這個問題啊，就是讓這些上海人不要急着把房子賣了跑到日本去買房，對吧？你也不要老急着把錢換成美金跑到什麼美國或者加拿大，對吧？或者去新加坡，怎麼做到？我觉得這個是個最重要的問題。首先第一步啊，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至少是肉是爛在鍋裡面，那下面再談這個分配。你這個肉啊，一大塊被人家切到外面去了，走了，你下面剩了點肉，你怎麼分都沒用，對吧？你把它分得再匀再公正，有什麼用呢？大家都是餓肚子，大家都是越来越差，对吧？這種餓肚子的公平，那倒符合中國人的這個價值觀啊，叫不患寡而患不均，實際上這不好，對吧？所以說啊，怎麼樣把老百姓，對吧？大家一起創造的財富留在這兒，這是個我覺得這頭等大事，是第一個問題。留在這兒，你即便分配不是太均，那好歹是在鍋裡面爛，這第一個，對吧？第二個，實際上就胡錫進老師說的啊。我這點我倒認可胡錫進說的，叫嚇鳥論。你動不動對吧，賺了點錢的人都害怕，你知道，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賺點錢就想着換美金潤，對吧？就要移民，擔驚受怕，這就是胡錫進老師說的嚇鳥論。哎，這個可不是胡錫進矯情啊，自作多情。你看現在這個社會這個風氣，這簡直現在啊，要擱3年前，你說咱們還要發生這個義和團紅衛兵，我都不太相信。但是今年啊，尤其年底，我深深感受到啊，咱們義和團什麼紅衛兵運動就差一把火，這個力量太可怕。你看到網上那個吃瓜盟主那些粉絲，你說這個叫愚昧到什麼程度？哎，一把火點起來，那簡直這個你不看都不行。大家知道嗎？我看那個網上有人說，這個北京的景山，就是崇祯啊吊死的那個地方，說周末人都擠得走不動，就是受這些煽動啊，他們跑去體驗一下崇祯臨死之前，看看他大明江山，对吧？這是他的天下。你說愚昧到什麼程度啊？那你說這樣的人不就是離義和團就差一步啊，就差一把火？他們啊
堅信啊，蒸汽機是他老祖发明的，坦克、飛機也是他老祖發明的，這和義和團說自己對吧，刀槍不入不是一個道理嗎？有什麼區別啊？所以你看，在這種大背景下，你說那些啊有點才能的、有點錢的這個致富小能手，對吧？致富帶頭人，他哪個不跑啊？惹不起對吧？跑得起，躲得起啊。但是形成這樣的一個社會基礎是誰造成的呢？我看有很多人說啊，哎，這個底層人對吧？他不滿，他有戾氣，他收入低，所以他叫掀桌子。恰恰我跟你說啊，這個是破壞力最大的，這個是要堅決防止的。因為這種破壞啊，他根本就是這種能力啊，他根本建設不了一個新的什麼合理的制度，他只能是破壞。像野火一樣的，對吧？要把火燒掉再說，那樣恢復啊很難，對吧？然後就陷入一個什麼呢？叫歷史周期率，周而復始，只是皇帝的姓改了，其他的什麼都沒變，對吧？送走一個舊皇帝，迎來一個新皇帝而已。你指望這個力量可用，那你是跟義和團也差不多，只有破壞性没有建設性。這是我說的第一個啊，就是說你要讓那些有錢人、有才能的人，他是心甘情願，对吧？死心塌地，他願留在這兒。甚至啊，那國外有錢人、有才能的，他也往你這兒跑，他要規劃，對吧？他要移民到中國，你這才叫厲害，想不富都不行啊。所以這個問題啊，說起來容易，你要做到，它是個系統性工程啊，需要花大力氣，而且最主要還得認識到，對吧？你都認識不到這問題，經濟學家也不敢談這問題。所以第一個啊，叫保護私有財產，這是最核心的，對吧？要讓肉爛在鍋裡面，要讓很多人帶着肉跑來。那第二步才說啊，這個分配公平。那這個分配公平，不是說我們個體跟個體之間分配，私人之間分配，不是這個意思，是指大頭和小頭之間分配，對吧？你大頭不能分太多，大頭分得的錢太多，缺乏監管，全部浪費了，沒能形成，對吧？經濟效益，變成权錢交易，變成婆羅門的，對吧？這些灰色收入，他們賺得盆滿缽滿。然後你把小頭的錢給大家再分配，有什麼用呢？对吧？分來分去就那三瓜兩棗的，你分得再公平都沒用。所以這個分配啊，改革還是，對吧？主要是調節大頭和小頭的關係。你大頭有稅收，對吧？賣地收入，還有國企，還有壟斷，賺出走了更多的社會財富。你所有的重大工程，都是國企在前面總包，對吧？扒一層皮，實際上他啥也不幹，後面幹活的都是農民工嘛，都是下面的這些民企，對吧？盛典這個菜湯給民企，給那些農民工。所以說啊，對吧？這個分配制度應該調節這個大頭和小頭關係。只有小頭的分得多了，对吧？在小頭裡面，在這第三步啊，就是小頭裡面怎麼樣照顧到公正公平，要多勞多得，跟每個人效益掛鈎。公平公正不是平均主義啊，對吧？不是說你每個人拿的都一樣，那大家都沒有了積極性，反正我躺着睡覺也是這麼多。所以這是我對這個李稻葵啊，就是作為經濟學家他的分析。實際上李稻葵不是去過越南嗎？對吧？還去過歐洲深度調研過，到時候對比一下，對吧？看看越南是怎麼解決的，看看越南是不是在走邪路啊？他把這個什麼電視台是吧裁撤，然後下面的這個什麼省什麼縣合併，實際上就是壓縮公務員啊。然後這個越南已經開始搞12年義務教育了吧，就是一直到高中，這不是在邪路上越走越遠嗎？最後一個啊，也就是你這些計劃、這些方針、這些想法都是好的。我一直說啊，你看這個每年會議的文件，它哪個不是好的呢？都是陽光普照啊，都是信心滿滿。但是到年底一總結，你跟老百姓的這個體感好像就有差距，你老百姓感受不到，反而更多的是焦慮、痛苦、失業。為什麼呢？為什麼想法是好的，对吧？最後這個落實下來，老百姓的滿意度不高呢？啊，實際上就是這裡面的執行的問題，對吧？那執行怎麼出問題呢？實際上就是缺乏監督。就像一個人啊，手腦協調，對吧？小腦失衡，对吧？那走路不協調，想着是往左，身子往右；想着往右，身子往左，還摔跤，失調了。實際上就是缺乏監督，对吧？你任何東西它都是打着為老百姓好的名義，哪件事不是啊？所以說有的時候一改革，大家害怕，你這改到底是要增加老百姓負擔，還是真的減輕負擔呢？我就舉個例子啊，对吧？你看前不久那個電動自行車那個新國標，你這不就開玩笑嗎？你就拿老百姓的錢不當錢，全國各地很多地方開始沒收那些電動車，對吧？哎，你為什麼？因為有新國標，對吧？你都得騎這種電動車。好，沒收的電動車去哪兒了呢？結果被細心網友發現啊，在非洲大街上跑的很多都是掛着皖 A 什麼魯 B 車牌的電動車。你說這叫什麼事？你可憐的牛馬啊，一下班發現自己的坐騎沒有了，不是这到底是，對吧？借着新國標搜刮老百姓，還是就是合理搶劫啊？這車怎麼到了非洲呢？你看這打着都是為你的安全着想，對吧？執行下來是什麼樣的？執行下來牛馬的，對吧？要飯的工具都沒了，被沒收了，然後去了非洲。
所以这個系統啊，如果不檢查，不給它治一治，那上面喊的口號再好聽，明年大家的感受還是跟今年一樣，一年又一年啊。以前啊，看到很多 UP 主拍的非洲啊，那些人穿着中國的這個各個校服，對吧？那個中學的校服，還有美團什麼餓了麼的這個外賣騎手服啊，還覺得還挺有意思。但看到非洲那些，對吧？黑人小哥騎着網 A， 對吧？什麼魯 B 這種牌子的電動車的時候，你就笑不出來了。很多下班的牛馬發現自己的電動車不見了，現在在非洲發現了，找誰說理去啊？他們可都是以合法的名義被沒收的。會不會有人收二手車，專門收這些二手車，然後倒到非洲去賣呢？那些倒騰二手車的，難道連牌照都不卸掉嗎？誰這麼恨呢？對吧？這些不改變的話，明年恐怕這個時候啊，大家又要學習新的文件，对吧？又要对吧？重新啊燃起希望，年年如此啊。好，這期節目啊，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